我要先道个歉我会用粤语讲到，所以我是从香港长大的，所以對不起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100年前辛亥革命不知大家知不知道100年前的辛亥革命？差少少，當時決定國語呢，唔係北京話，而係廣東話。差一點點，當時就決定國語不是我們中國的語言，而是廣東話是中國的語言。對呀，不是老北京，不是老北京，是廣東話。國父孫中山係咩人啊？國父孫中山是什麼人？廣東人。他是廣東人。差少少。差一點點。如果今日我哋就要改名噶啦，頭先上晝嗰堂叫做國語堂，呢堂叫做北京話堂。不然的話，我們今天的崇拜第一堂就應該叫國語堂，第二堂叫北京話堂。後邊打出嚟呢個係今晚嘅講題。後面這個屏幕上是今天晚上的講題。預告廣告，請你今晚7點鐘出席嘅。請大家今天晚上7點鐘出席。今朝早我哋講道嘅經文係歌羅西書第2章。今天我們講到的聖經是歌羅西書第2章。所以廣告完啦，可以熄咗佢。保羅喺歌羅西書第2章提醒我哋兩件事。保羅在歌羅西書第2章提醒我們2件事。第一，要遵他而行。要遵他而行。但係你要遵他而行呢？但是如果要遵他而行，你就要接受主耶穌基督。就必須接受主耶穌基督。知唔知道呢兩件事情嘅關係啊？知不知道這兩件事情的關係呢？接受同埋遵行。接受和遵行。中文聖經呢度翻譯2章第6節，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。在聖經第2章第6節這裏講，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。可唔可以打翻上去前邊第2章最早第6節啊？呢個節聖經有沒有？定係冇得喐噶？如果冇得喐就唔要啦。如果又係啦，你睇翻第6節，咁就冇聖經嘅弟兄姊妹都可以睇到。如果有聖經嘅弟兄姐妹可以翻到歌羅西書第2章第6節。對，如果你有聖經呢，就唔使睇 PowerPoint。你哋既然睇到個連接詞嘛，既然接受，這裏講到既然接受，就應當遵行，就應當遵行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冇接受呢，就冇得遵行噶。就是說，如果你不接受，就不可能遵行。你要遵行之前，必須要先接受。要遵行之前，必須要接受。接受乜嘢？接受什麼呢？100年前中文聖經翻譯就接受主基督耶穌。這個100多年前翻譯的聖經上講是接受主基督耶穌。100年之後，今日中文聖經新譯本有冇見過啊？那麼100年之後，我們現在的聖經新譯本，聖經新譯本呢，有一個少少唔同嘅翻譯喎。聖經新譯本的翻譯有一點不一樣，更加準確嘅翻譯，是更加準確的翻譯。跟本來保羅用希臘文寫呢句說話更加貼近嘅，是跟保羅原本用希臘文寫的經文更加貼近的。你們接受基督耶穌為主，你們接受基督耶穌為主。就唔係接受了主基督耶穌，而不是說接受了主基督耶穌，而係接受基督耶穌係主，是接受
耶穌基督耶穌是主，得唔得啊？分唔分得到兩個唔同噶？大家能不能分別出兩者的不同？簡單嚟到講，簡單的說，耶穌是誰？耶穌是誰？啊，耶穌係個人名，耶穌是個人名，耶穌係一個猶太人，耶穌是一個猶太人，耶穌係拿撒勒人，耶穌是拿撒勒人，啊，佢係基督教嘅教主。是基督教的教主。錯啦，錯啦，錯了，啊，耶穌唔係教主，耶穌不是教主，耶穌係救主，耶穌是救主，係嘛？啊，爭少少音嘅啫噃。就差一啊，點點，唔好差之毫厘，謬之千里喎。不能差之毫厘，厘之千里。所以耶穌係邊個？那麼耶穌是誰？啊，佢當時都問過啲門徒噶，他當時也問過他的門徒，記得喺該撒利亞腓立比呢個地方，記得在腓立比這個地方，啊，耶穌問佢嘅門徒，耶穌問他的門徒，人說我人子是誰？人說我人子是誰？啊，啲門徒就個個拎晒啲民意調查出嚟咯。那門徒就拿出他們調查的結果出來。啊，我唔知你哋啲報紙啦，不過我講翻 Toronto 啦。Toronto Star 話你係先知。多倫多新報說你是先知。Globe and Mail 話你係施洗約翰翻生。那個環球日報說你是施洗約翰施洗約翰的門徒，施洗約翰復活。耶穌其實呢個問題呢，只係我哋喺香港叫做 mock exam 啊，即係假嘅問題嚟嘅啫。耶穌的這個問題呢，只是 mock exam，是一個虛擬練習嘅啫，練習而已。真正嘅問題跟住先嚟。真正的問題接着才來。你們說我人子是誰？你們說我人子是誰？邊個舉手答啊？誰舉手發言了？西門彼得。是西門彼得。係嘛？西門彼得回答說：西門彼得回答說：你是基督。你是基督，係永生神嘅兒子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係嘛？你們接受基督耶穌係咁樣嚟嘅。你們接受基督耶穌，耶穌就係基督，耶穌就是基督，兩個都係譯音啫，兩個都是音譯音譯啊，就冇個意思冇譯到出嚟啦。沒有把意思翻譯出來啊，所以以前喺文革時期，中國大陸嘅基督徒聽福音廣播。所以以前在文革時候，中國大陸的基督徒聽那個福音廣播。啊，未信耶穌嘅農村嘅人又聽福音廣播。沒有信耶穌的農村的人，他們也聽福音廣播。福音廣播就收到一封聽眾來信啊！福音廣播就收到一封聽眾來信，係真事嚟噶，是真事。因為福音廣播嘅總部喺香港啊。因為福音廣播的總部在香港。啊，同工就同我哋分享呢封來信啊。同工就跟我們分享這封來信，嚟自中國一個偏遠嘅農村，來自中國一個偏遠的農村，未曾信耶穌嘅聽眾，沒有信耶穌的一個聽眾，所以佢乜嘢背景都冇噶，所以他沒有什麼背景，佢就係聽福音廣播，他只是聽福音廣播。佢話親愛尊敬的啊，就中國唔講親愛的嘅，尊敬的主持，他說尊敬的主持人啊，你們真是偉大，你們真是偉大，你們有教無類，你們有教無類，比我哋聖人孔子還要偉大，比我們聖人孔子還要偉大。孔子有教無類，你哋仲唔止？孔子有教無類，你們還不止？你哋們連雞都教，你們連雞都教。什麼是基督教？什麼是佢喺農村啊嘛，因為他在農村，佢日日見到行來行去嗰啲咪就係雞咯。他看到街上到處走的雞，所以佢聽到基督教，基督教，所以他聽到基督教。你哋真係偉大，你們真是偉大，你哋雞都教，你們雞都教。你知道喺元朝嘅時候，
基督教唔係叫基督教噶噃，在元朝的时候，基督教不是叫基督教，叫咩嘢教？你知唔知啊？是叫什麼呢？雅里可溫教，耶利可溫，耶里可溫教，耶和華呢三個字嘅音譯啊，是耶和華三個字的音譯，係嘛？所以好麻煩噶，所以很麻煩。你要解釋噶，我們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所以我們要解釋，基督教不是基督教。耶穌是基督，耶穌是基督，係永生神的兒子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基督就係神所差嚟嘅救主，基督是神所差來的救主。希臘文嘅音，是希臘文的音。Christus， 呢個字嘅意思就係彌賽亞神所高立嘅嗰一位。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彌賽亞神所高立的。但係你相信接受耶穌係基督未夠喎。但是你相信接受耶穌基督是耶穌還不夠。呢度保羅話你們接受基督耶穌是主。這裏保羅說你們接受耶穌基督是主。呢個主呢個字係乜嘢意思呢？這個主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？保羅用呢一個字呢係好特別噶。保羅用了這個字是很特別的，因為當時係羅馬帝國。因為當時是羅馬帝國。羅馬帝國當中只有一位主。羅馬帝國當中只有一位主。你猜唔猜到係邊個啊？大家猜到是誰嗎？就係羅馬嘅君王。是羅馬君王。係嘛？Caesar 本來係個人名嚟噶，後來就成為咗羅馬君王嘅稱呼。凱撒本來是一個人名，後來就成了羅馬君王的稱呼。所以耶穌答問題係嘛？該殺的歸給該殺。所以耶穌回答問題的時候，他說該殺的歸該殺。屬於羅馬皇帝嘅錢，你納稅俾翻佢。屬於羅馬皇帝的錢，你們要納。但係耶穌跟住講嗰句先緊要啊嘛。但是他接着講了一句更加重要。屬於神的歸俾邊個？屬於神的歸給神。係咪講啲錢啊？是在講錢嗎？唔係。不是的。邊個屬於神啊？誰屬於神呢？錢點解證明係屬於羅馬噶？錢怎麼證明它是屬於羅馬的？因為錢幣上邊有羅馬君王嘅號，有羅馬君王嘅像。因為錢幣上面有羅馬君王的像。咁邊個有神嘅形象啊？那麼誰有神的形象呢？唔係個錢喎。不是那個錢。10個銀幣，9個俾羅馬，1個奉獻，嗰個就有神嘅形象喺上邊，錯啦。10個錢幣，9個有羅馬君王的像歸給羅馬君王，有一個有神的形象歸給神，這是錯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誰有神嘅形象啊？聖經告訴我們，誰有神的形象呢？我哋喎。是我們。人喎。是人。所以人係屬於邊個噶？所以人是屬於誰？神。屬於神噶喎。神係我哋嘅主。神是我們的主。耶穌係主。耶穌是主。唔單單係講佢係羅馬嘅君王啊。不單是說他是羅馬君王。耶穌冇興趣做羅馬皇帝噶。耶穌沒有興趣做羅馬皇帝。但係耶穌卻係神。但是耶穌是神。呢個主呢個字呢，其實就係舊約聖經裏邊對神嘅稱呼啊。這個主這個字就是舊約聖經對神的稱呼。舊約聖經猶太人有被毀嘅習慣噶噃。有舊約聖經猶太人有。我哋中國有被毀係嘛？即係避諱。皇帝個名你唔可以用噶喎。就是皇帝的名字不可以用。叫做被毀。就叫避諱。明白嗎？避諱。猶太人亦都尊敬上帝，佢哋唔講上帝個名噶噃。
猶太人尊敬上帝，他們不講上帝的名，隨便叫㗎，唔係㗎。不是隨便叫的。所以佢哋每一次見到聖經寫上帝個名出嚟，佢哋就用另一個字代替。所以每次看到聖經上神的名字，他們就會用另外一個詞來代替。用邊個字？用哪個字呢？主。所以保羅話你接受耶穌基督。所以保羅說你接受耶穌基督。你唔係淨係接受佢係一個偉大嘅宗教人物。你不是接受他是一位偉大的宗教人物。你唔係淨係接受耶穌係一個神所差嚟嘅基督。你要接受耶穌是神所差來的基督。唔夠啊，還不夠。你要接受耶穌就係神。你要接受耶穌就是神。咁先叫做接受。這個才叫接受。而且呢個主字呢？而且這個主字，中文聖經就冇辦法翻譯到嘅。中文聖經是沒法翻譯出來，因為我哋嘅文法唔同。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同。你嚟到呢邊讀 ESL 最頭痛就係啲文法係嘛？在這裡讀 ESL 的人最頭痛的就是文化的問題。嗰啲 irregular verbs 咧，do did done嗰啲咧係嘛？哎呀，真係好麻煩。那些不規則的詞很麻煩。動詞呢度就係其中一個，不過唔係動詞，呢度講名詞。這裡講的是這個名詞。名詞之前呢有冠詞。名詞之前有冠詞。冠詞呢個文法嘅翻譯叫做 article 啊。冠詞這個詞英文叫 article。有定冠詞同埋不定冠詞。有定冠詞和不定冠詞。定冠詞稱為 definite article。定冠詞叫 definite article。不定冠詞稱為 indefinite articles。不定冠詞是 indefinite。記唔記得啲 ESL 啊？好重要啊，係嘛？喺度入籍宣誓要識講啊。入籍宣誓要。以前啲中國人學英文好痛苦㗎。以前中國人學英文很痛苦。我喺溫哥華唐人街嘅教會 basement 抄到本當時唐人街學英文嘅課本。我在溫哥華唐人街的一個教堂的 basement 地下室找到一本當時他們學英文的一個教本。唐人街嘅台山人學英文係用中文學嘅喎。唐人街的台山人學英文是用中文學的。余亞威爾琴講咩啊？You are welcome。係啊，我外母嚟到多倫多都係咁樣講英文㗎。我岳母來到多倫多，他也是這樣講英文。佢個仔做醫生，我大舅做醫生。他的兒子做醫生。好多人打電話嚟揾佢。很多人打電話來找他。我個外母就寫咗張中文字條放喺電話側邊。我的岳母就寫了張中文字條放在電話旁邊。My son is in the washing room。你識聽嗬？好難學噶。所以以前入籍要考邊個係總理啊咁，坐喺度出道。所以英文很難學的，以前要考入籍考試，考這個是。後來改咗總理啦，叫做咪亂嚟 Mulroney。而家呢個叫做哈哈爸爸，係嘛？你要學英文啊嘛，好難學噶。嗱，呢處有個 definite article 噶。所以這裡有一個定冠詞。The Lord。The Lord。主只有一位。主只有一位。係嘛？接受耶穌係基督唔夠。接受耶穌是基督不夠。接受耶穌係神都唔夠。接受耶穌基督是神都不夠。保羅喺呢句說話講，你要接受耶穌基督係唯一獨一嘅上帝。保羅說你要接受耶穌基督是唯一獨一的神，即係除佢之外就再冇神噶咯。
就是說除他之外再沒別的神。幾靈都好，都唔係神喎。有多麼靈，不管有多麼靈，都不是神。點樣顯靈顯聖都唔係神喎。再怎麼顯靈顯聖都不是神。哎呀，呢個就攞我哋命啦。這是要我們的命。係嘛？我哋中國人拜多個神冇嘢嘅，買多份保險啫嘛 ，term life 咁係嘛？中國人拜多一位神，就如同買多一份保險。啊，第日上天堂咪抄晒啲 credit card 出嚟咯。啊 ，Jesus 嗰張入得咁幾好啊！將來上天堂的時候，我們有不同的 credit card 可以用，耶穌這張也可以用。唔係啊，不是的，係獨一嘅真神。是獨一的真神。啊，咁樣先至叫做接受耶穌喎。這樣才叫接受耶穌基督。唔係求求其其喎。不是隨隨便便。係嘛？屋企有個佛像，哎呀，好靚，好名貴，啊，擺喺側邊。家裏面有一個佛像，很好看，擺在旁邊。啊，有個觀音像，啊，呢個好有價值嘅，我阿嫲傳俾我嘅，啊，擺喺呢邊。有一個觀音像很有價值，我媽媽留給我的，又擺在另一邊。啊，呢個又好有價值嘅，我去邊度旅行買翻嚟嘅，又擺喺呢邊。這個是我旅行買回來，也很有價值，也擺在中間呢邊。牧師，中間我擺十字架。中間我擺十字架。啊，唔夠啊，我擺多本聖經。如果不夠，再擺一本聖經。唔夠擺埋呢幅相。再不夠，再擺上這個像。咁樣唔係叫做接受耶穌。這樣不叫接受耶穌。咁樣叫做騎牛揾馬。這樣叫騎牛找馬。冇呢句嘅，我知道普通話啊，咁樣叫一腳踏兩船啦。就是說一腳踏兩條船。耶穌一係就唔係你嘅神。耶穌要麼就不是你的神。如果佢係你嘅神，佢就係唯一嘅神。如果他是你的神，他就是唯一。呢個係保羅教我哋嘅。這是保羅教我們。呢個係聖經教我哋嘅。這是聖經教我們。冇得傾喎。不可以商量的。冇得 negotiate 嘅喎。不可以 negotiate。啊，耶穌，你做大嘅，我有個小的。啊，耶穌你是大的，我們還有一個小的。冇㗎。不可以。耶穌係獨一嘅真神。耶穌是獨一的真神。要麼你接受佢，要麼你接受他；要麼你唔接受佢，要麼你不接受他。你要立定主意啊！你要拿定主意啊！唔好糊糊塗塗啊！不可以糊糊塗塗。唔可以馬馬虎虎啊！不可以馬馬虎虎。唔可以做胡適之先生講嘅差不多先生啊！不可以做胡適之先生所講的差不多先生。差唔多啫，觀音關公耶穌擺埋一齊，差不多大合照，就是觀音、耶穌、關公都擺在一起，大合照。唔得噶，不可以。耶穌係 The Lord， 耶穌是 The Lord， 唯一嘅上帝，唯一的上帝。你要接受佢，你要接受他。接受耶穌係獨一嘅上帝，接受耶穌是獨一的上帝。跟住呢，保羅就講咗5句說話。接着保羅又有5句話。第7節，2章7節。第7節，在哥羅西書第7章第2章第7節。睇唔睇到 PowerPoint 啊？都睇到啦。在他裏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堅固。在他裏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堅固。第2句呢，感謝的心也更增長。第2句，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。再後啲呢，如果你再睇落去呢，有講到得了豐盛喺第10節。在下面第10節還講到得了豐盛。然後呢，再睇落去呢，就喺第11節脫去肉體的割禮。在第11節有脫去肉體情欲的割禮。然後第12節最後第5句呢，就係受洗與他一同埋葬，與他一同復活。接下來有受死與他一同埋葬，也與他一同復活。嗱，翻譯就係翻譯啊，有時好論盡。翻譯有時候是很麻煩。
因為翻譯啲文法唔同㗎。因為翻譯的文化不同。頭先講咗咁多文法，唔爭再講埋呢句。剛才講到文化的不同，英文好中意用一個文法叫做 passive voice， 有冇聽過啊？英文裏面有一個passive voice 被動態，被動式嘅動詞，被動式動詞。中文好少噶，中文很少。所以如果你寫中文寫下咧，好多 passive voice， 你受咗英文嘅荼毒啦。所以如果寫中文用了很多被動態，就是受英文的影響。但係呢度呢，保羅頭先我講呢5句說話呢，都係被動式嘅。但是在這裏保羅所講的這些話，全部都是被動式的。所以中文翻譯唔到噶。所以中文翻譯不出來。一定要解釋噶。要解釋的。生根。生根。我自己生出嚟噶。我自己生出來。唔係。不是。英文翻譯係 being rooted， 係 passive voice 嚟嘅。英文這裏是被動態 being rooted。建造係我自己去起屋，唔係。建造是不是我自己去建的？不是的。係 being built up， 是 passive voice， 是被動態 being built up。信心堅固係我自己企得穩。信心堅固是我自己站得穩。唔係。不是的。英文係講 confirmed， 當然唔係咁肉酸咁讀出嚟啦，不過要讀清楚啲俾你聽。passive voice confirmed in faith。英文這裏也是被動態。睇到嘛？連續3個字都係被動噶噃。連續3個都是被動的。唔係我自己生條根出嚟，唔係我自己建造，唔係我自己堅固。不是我自己生根，也不是我自己建造，也不是我自己堅固。咁係邊個做噶？那麼是誰做的呢？嗱，如果你冇接受耶穌基督是獨一的真神，那如果你沒有接受耶穌基督是獨一的真神，你同我就好容易搞錯啦。我們就很容易弄錯了，以為我哋自己搞得掂啊？以為我們自己可以，原來唔係噶，但卻不是的。接受耶穌呢？接受耶穌，亦都係接受佢喺我嘅身上所做嘅一切。也就是要接受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。我哋佈道會好中意講一個比喻啊嘛。佈道會很喜歡講到一個比喻。有冇聽過牧師咁講啊？大家有沒有聽過牧師講過？耶穌企喺門口敲門。耶穌站在門口，叩門。咁你要點做啊？那麼你要怎麼做呢？開門。開門。開邊道門啊？咁多道門。開哪個門呢？唔係，係打開你嘅心。打開我們的心門。咁耶穌就入嚟。那麼耶穌就進來。係嘛？咁就大家一同坐席。大家就一同坐席。就坐低食飯。坐下吃飯。哇！咁我咪七孔生煙煮飯噶嘛？唔係，比喻嚟嘅啫。這裏只是一個比喻。耶穌進入你嘅心。耶穌進入你的生命。耶穌喺你嘅身上做好多嘢噶。耶穌在你身上做很多事情。首先，佢使你有根有基。他使你有根有基。根基立喺磐石上。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喺佢裏邊。在他裏面。穩陣噶。站得很穩。雨淋風吹係嘛？雨淋風吹。房子堅固不動搖。房子堅固不動搖。唔係睇間屋噶噃，原來。不是看那個房子。係睇個根基噶。是看那個根基。係咪磐石？是不是磐石？磐石就係耶穌基督。磐石是耶穌基督。所以個生根原來係被動噶。所以生根是被動的。係邊個托住你？是誰拖着你？係耶穌。是耶穌。係上帝嘅能力。是上帝的能力。唔係你自己。不是你自己。建造起上嚟。建造上來。唔係你自己努力。不是自己努力。係神喺你嘅生命上邊一步一步嘅建立起你。是神在你的生命裏面一步一步建造。堅固又唔係自己嘅。堅固也不是自己。我企得穩嘅。我站得穩。我日日朝頭早起身先練紮馬。我每天
早晨先練扎馬，所以我下盤功夫極好。所以我的下盤功夫極好。唔關事喎，不是的，係神係耶穌喺你嘅身上嘅工作嚟嘅。是神耶穌在你身上的工作。後邊第10節講得了豐盛。第10節講得了豐盛。上帝呢個豐盛嘅生命，上帝豐盛的生命，你唔係去學翻嚟嘅喎，你不是去學來的，係佢送俾你嘅喎。是他送給你的。所以英文用呢個 passive voice 係 being filled，裝滿咗，邊個裝入去噶？上帝喎。所以英文這裏用的是被動態，裝滿了，是誰裝的？是上帝。後邊講受咗脫去肉體情欲嘅割禮，後面講到受了脫去肉體情欲的割禮。保羅講割禮又冇次好嘅，保羅講到割禮，全部都係消極嘅，都是不好的。呢度係好嘅，這裏是很好的，呢度係正面嘅，這裏是正面。因為脫去情欲的割禮啊嘛。因為這裏講的是脫去肉體情欲的割禮。保羅另一個講法就叫做脫去舊人啊嘛。保羅的另一個說法是脫去舊人。另外一個講法就叫做治死老我啊嘛。另一個講法是治死老我。把自己釘喺十字架上啊嘛。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。我哋成日聽錯噶。我們總是聽錯。邊個去做呢件事啊？誰去做這件事？我。所以受難節自己將自己釘喺十字架上。所以受難節我們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。治死老我，自己拎把刀嚟捅入去。治死老我，自己把自己殺了。割禮。割禮。問下啲弟兄啊，邊個可以自己同自己行割禮？問一下弟兄，誰可以為自己行割禮？唔係，請個外科醫生。不是的，要請外科醫生。係嘛？仲要係大學醫院嘅專科醫生。還要大學醫院的專科醫生。明白呢個 passive voice 嗎？明白這個被動態嗎？呢啲係咪比喻嚟㗎？這些都是比喻。誰在我的身上幫助我脫離情慾？誰在我身上幫助我脫去肉體情慾？耶穌教我哋係嘛？你隻眼叫你犯罪呢？耶穌教我們說，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，你要點做啊？你要怎麼做呢？挖出嚟，把它挖出來。今日朝頭早照鏡嘅時候，做唔到㗎。我們自己沒辦法自己。你隻手叫你跌倒，手叫你跌倒，你點做啊？你怎麼做呢？砍下來。砍下來。今晚翻去拎把刀，唔得噶。是不是今天晚上回家用刀把它砍了？不行。耶穌講呢啲太過虛無縹緲啊！耶穌所講的這些太虛無縹緲了。一啲都唔虛無縹緲。其實一點都不會。我以前喺香港廉政公署翻工。我以前在香港廉政公署上班。有一個同事英俊瀟灑。有一位同事英俊瀟灑。我哋只係社區關係處做教育嘅啫，佢係執行處做調查嘅。我們是在社區關係處做教育的，他是執行處做調查。所以佢係嗰啲幹探、密探高級嘅添。所以他有很多密探。高級嘅執行處嘅職員。高級的執行處職員。我哋去跟佢學嘢。我們要跟着他學。喺報案中心跟佢睇佢點樣做。在報案中心看他怎麼做。佢同人握手好奇怪嘅。他跟人握手很奇怪。我哋伸手同佢握手。我們伸手跟他握手。佢用隻左手調轉嚟同我握嘅。他是用左手反過來跟我握手。佢隻右手唔喐嘅。他的右手不動的。後來有個同事細聲同我講：假嘅。後來有一位同事小聲跟我講說那是假肢。後來再問清楚啲。後來又再問清楚。佢成隻右手係假嘅。他整條右手都是假的。點解啊？為什麼呢？你估到啊？你猜到了嗎？
cancer， 是癌症，佢隻手有癌症，他的手有癌症，點做啊？怎麼處理呢？頭一件事，如果未擴散，用外科手術割咗佢。第一件事，如果還沒有擴散，就用外科手術把手砍下來。呢個係生同死嘅抉擇嚟㗎。這是生與死的抉擇。你割遲一日，佢擴散咗啦，就死㗎啦。如果截肢遲了一天，擴散出來就沒命了。哦，你話冇咁快死，仲有排。沒有，還沒死，還有時間。你未曾得過癌症。那是因為你沒有得過癌症。所以耶穌唔係講笑㗎。所以耶穌不是講笑話。不過我哋唔信咋。只是我們不信。我哋唔信會死啊。我們不信會死。我哋唔信我哋隻眼會叫我哋落地獄啊。我們不信我們的眼睛會讓我們下地獄。所以我哋唔肯割啊。所以我們不肯把它割了。耶穌講得好實在㗎。耶穌講得很實在。當時都未有外科手術。當時也沒有外科手術。邊個同你做呢個手術話？誰幫你做這個手術呢？唔係自己。不是自己。最好嘅外科醫生都唔會自己同自己打麻醉藥，然後蒙咗之後自己同自己割。最好的外科醫生，他也不會自己給自己麻醉之後給自己施行手術。佢揾另一個人做。他要找另外的人做。上帝嘅工作。上帝的工作。所以上帝有啲時候做嘅嘢，你唔係即刻明噶。所以上帝有時候他做的事情，我們不是即刻明白。保羅喺度就講啦。保羅在這裏說，你要接受耶穌基督係唯一嘅上帝啊嘛。你要接受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上帝，獨一嘅主啊嘛。獨一的主。所以佢喺你身上所作所為都係好噶。所以他在你身上所作所為都是好的。你信唔信得過佢啊？你信不信他呢？你接唔接受啊？你接不接受呢？好難哦。很難。係嘛？初都唔知佢係好定唔好嘅咁。剛開始不知道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，這不怪你。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要講見證俾你聽啦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講見證。啲好嘅醫生唔係淨係睇佢入去有幾多塊鏡掛喺度噶嘛。好醫生，我們不是看他有多少個牌子掛在牆上，係口碑啊嘛，是口碑，係嘛？個個睇完佢之後，哎呀得噶，呢個好噶，外科聖手嚟噶，妙手回春噶，咁你有啲信心咯。如果每個人看完了都跟你說他這個人確實很好，那麼你就有信心了。嗱，呢度所講嘅係神喺我哋身上嘅工作。這裏所講的是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。你接受咗佢係你唯一嘅上帝，你接受了他是你唯一的上帝，咁你就要學去睇佢喺你身上做緊乜嘢咯。那麼你就要學他身上要看他在你身上做的什麼。你知道上帝今天在你嘅生命當中做緊乜嘢嗎？你知道上帝今天在你生命裏面做了什麼呢？什麼也沒有做過，什麼也沒有做。上帝太忙碌了，上帝太忙了，忘記咗我啦，忘記了我。唔會，不會的，係嘛？聖經又講咗一個好好嘅比喻，聖經裏有一個很好的比喻，你要記得係比喻吓，是比喻，唔係真噶，不是真的。不過個比喻嘅意思好深噶。不過比喻的意思很深。上帝連你頭髮有幾多條都數清楚。上帝連你有多少根頭髮他都數了。唔係講上帝得閒冇嘢做啊，不是說上帝沒事做，而係講你呢，你朝頭早照鏡咪喺度數嘅。是說你自己早上起床在數自己頭髮，唔係數幾多條頭髮，係數幾多條白頭髮。數多少根白頭髮？哎呀，一條啦，咁就大嗌啦。發現一條就大驚了。唔係數頭髮，係關心自己嘛。不是數頭髮，是關心自己。上帝數你嘅頭髮呢個比喻係佢關心你。上帝數你的頭髮，這個比喻是說他關心你。上帝愛你，他愛你，比你愛你自己更深。上帝愛你自己，比你愛你自己更深。你信得過佢嗎？你信得過他嗎？你接受佢嗎？你接受他嗎？保羅喺度講緊呢件事。保羅在這裏講了這件事。然後保羅再講兩樣嘢添。原來保羅再講兩件
兩樣東西，好奇怪嘅。很奇怪。保羅話唔好俾人擄咗你去。保羅在這裏說不能被人擄了去，要謹慎啊！要謹慎。第8節嗰度講，唔好俾人把你們擄去。在第8節這裏，保羅說不要讓人把你們擄去。耐不耐呢？新聞廣播就會講有小朋友俾人擄咗去。時不時呢，新聞裏面會講到有小孩被人擄去。基督徒都會俾乜嘢擄咗去呢？基督徒會被什麼擄去呢？保羅就話用人嘅理學。保羅在這裏說用人的理學。乜嘢係理學啊？什麼是理學？我知道宋明理學，朱熹、王陽明。我知道是宋明理學，朱熹。保羅唔識宋明理學。不是的。呢個你識噶？這裏我呢個喺大學裏邊叫做 philosophy。在大學裏面。不過我哋今日唔係譯做理學，我哋今日譯做哲學。今天我們翻譯哲學。哎呀，好高深噶。很高深。今日係好高深嘅。那今天冇人聽得明嘅。沒人明白。以前嘅社會呢？以前的社會。人人都講嘅。人人都講。不過嗰個世界過咗啦。那個社會已經過去。今日嘅社會，人人都講嘅係乜嘢學啊？今天的社會，人人都講的是什麼學呢？馬克思講得啱。馬克思說得對。經濟。經濟。係嘛？下層建築啊嘛。下層建築。係嘛？經濟，人人都講噶。現在社會人人都講。你最少知道加幣同美金平算咯。你最起碼你知道加幣跟美金已經持平了。你知道而家股市升緊定跌緊咯？你知道現在股市是升還是跌？係啦，我唔炒呢啲噶，你知唔知利息就嚟會升啦？如果你說你不炒股票，那你知道利息要升了嗎？所以平價屋就快冇噶啦。所以便宜的房子很快就冇。樓市會跌噶啦。樓價會跌。哎呀，咁啊弊咯。麻煩。每一個人都識講嘅經濟學。每個人都會講的經濟學。唔使要去芝加哥大學讀完經濟學博士翻嚟先識講嘅。這個不需要到芝加哥大學去學經濟學。我哋中國大陸過嚟嘅都知道窮爸爸富爸爸入哈佛。我們從中國來的人都知道這本窮爸爸富爸爸。仲要入哈佛添。要上哈佛，上哈佛。哈佛大學因為嗰書出嚟先賺錢啊。因為只有那裏畢業出來。但你明白嗎？唔好俾經濟學擄咗你去啊！那你明白，不要被經濟學把你擄去。佢唔係你嘅上帝嚟㗎。他不是你的上帝。佢唔值得你奉獻你嘅一生啊！他不值得你奉獻你的一生。將你人生最黃金嘅歲月奉獻俾經濟。把你人生最黃金的歲月奉獻給經濟。明白保羅呢句說話嗎？明白保羅這句話嗎？你生命當中只有一個上帝。你生命裏只有一位上帝。佢係邊個？他是誰呢？佢唔係馬克思。他不是馬克思。佢唔係經濟學。他不是經濟學。佢唔係馬門。他不是馬門。佢唔係財富。他不是財富。佢係耶穌。他是耶穌。嗱，咁樣先至叫做接受耶穌啊！這才叫接受耶穌。可以嗎？可以嗎？其實保羅寫嘅書信好實際嘅。其實保羅寫的書信很實際的。佢冇同我哋講廢話。他沒有跟我們講廢話。冇同我哋講笑話。也沒有跟我們講笑話。唔係同我哋講神話。不是跟我們講神話。唔係同我哋講童話。不是跟我們講童話。佢同我哋講嘅係真理。他跟我們講的是真理。你接受咗耶穌啦？你接受了耶穌了，係嘛？你有冇睇見佢喺你生命上邊所做嘅事情啊？你有沒有看見他在你生命所做的事情？有幾多樣嘢你係可以數出嚟係 passive voice 㗎？有多少東西你可以數出來是被動態的？係神喺我身上嘅工作啊！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。然後你信得過佢啊？如果你信得過他，你就唔會俾唔係哲學啦。今日哲學唔會俘虜我哋噶，今日係經濟學俘虜咗我哋。如果你信得過他，你就不會被經濟學把你擄去了。保羅提醒我哋，
保羅提醒我們，一係就唔做基督徒，要麼就不做基督徒，要做就做真嘅，要做就要做真的，徹底嘅，徹底的，好似保羅自己一樣，好像保羅自己一樣，佢以前逼迫耶穌噶，他以前逼迫耶穌的，但係後來佢認識咗耶穌係主，係獨一嘅上帝。但是他後來認識了耶穌是獨一的神，佢180度改變，他180度改變，唔係360度喎，唔好講錯喎。不是360度。360度你又係向翻嗰個方向行嘅啫喎。如果360度又回到原來的地方。有啲人嚟教會就係咁個，轉個圈佢又走翻出去，又行翻條路一樣。有些人來教會就是這樣，來這裡轉了一個圈，又原路出去了。180度。是180度。以前係行呢邊嘅。以前是走這邊。現在我跟耶穌行呢邊。現在我跟耶穌走這邊。以前係我自己做嘢嘅。以前是我自己做事情。而家係上帝喺我身上做嘢。現在是上帝在我身上。以前我見錢開眼嘅。以前我見錢眼開的。現在呢？現在我讀聖經睜開眼嘅。我讀聖經眼睛更開。有冇呢個分別啊？有沒有這個分別呢？真係接受基督耶穌為主。真的接受耶穌基督為主。就有呢個180度嘅改變。就有這個180度的改變。我哋同心祈禱。我們一起祈禱。天父多謝你。天父多謝你。你留低聖經。你留下聖經。又更加賜俾我哋你獨生嘅兒子主耶穌基督。你更加賜給我們你獨生的兒子耶穌基督。叫我哋從聖經裏邊學習。叫我們從聖經裏面學習。明白真理。明白真理。照住遵行。照着遵行。我哋就發現你喺我哋生命當中奇妙嘅作為。我們就發現你在我們生命裏面奇妙的作為。我哋對你嘅信心就增加。我們對你的信心就增加了。就更加願意遵行你嘅旨意。就更加願意遵行你的旨意。求你幫助我哋。求你幫助我們。既然嚟到教會。既然來到教會。既然認識真神。既然認識了真神，我哋嘅生命，我們的生命就有一個徹底嘅改變，就有一個徹底的改變。多謝你，感謝你，奉耶穌基督聖名祈禱，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